来，各说来起来，小语讲了好。很主席，咱今麦来欢迎台湾奥林匹克主席上台顶来甲咱讲几句话，掌声欢迎！较接片较大大。是啦，欢迎现场咱差不多55万人来参加咱这个盛会吼。今天呢，为着互咱台湾这个国家会当行出世界，在着台湾呢，在这个上世界上发光发热，咱需要选出上强的一队。成为咱台湾代表队来参加这全能参加这个全能奥林匹克大赛。听这个名，你就会当了解讲，全能就是能文能武，也就是当品文品武，文武相传的意思。大家。经过台湾1000多队了后，最后选出2队，这2队要来争夺，到底什么人对当代表台湾出去吃饼？今嘛就欢迎2队要来出场。第一队是由这个曹雅所率领的建校操队。所以去接下来们安排是第2队出场的是欢迎骄队。来，骄啊来，摕冠军，拼金牌。哎，这边继续开始啊！有三太子哦，这是观音老环。欢迎。这队虽然看起来充满了这个本土的气质，但是体格敢若看起来有个悍步小快。当然，2队伫要车票进前，爱互相小呛声。来，建校操队声呛声。我有看到阮的身材哦，这两 Q，你哦，虽然汉操真好啦，但是哦，也是看你无啦。刚刚恁这个身材吼，甲阮阵啊比起来，这汉草差足济，你阮输的啦。今日这个佚佗物啊，阮这拢专门科的啊，对阮来讲简单呐。是，我这边开始呛声。来骄队呛声。莫看我身材这么好，都袂好业，等下你就知啦。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我想你知无？我想你知无？唔知，你抖音看抖音，我等下问我妈。我甲你讲，我咧3金牌的时，你搁伫遐劈出来。咱都要讲过能文能武，所以咱就为武开始来比赛。到底是要武什么货呢？到底是要比什么呢？比硬红啊！伫90秒内底，看对一队硬了较侪人，就是胜利的队伍。咱来请这个建校操，请请几位。哎呦，对，因为做会有嘛。恁啦哦，你先啦哦，专门科的物件啦，来，来，小林。我1、2、3看了，恁再开始要去。来，1、2、3，开始。
了30秒，还有1分钟。好，手还有30秒。最後邊個出先咧北料20秒。走走走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所以这个建校操队得到的是6分。来，换这个交交队，请准备。现在是交交队已經就戰鬥的位置， ，City， 來準備好，請劃回來。嚟出嚟，嚟加油一下，嚟，来，嘿， 1、2、3，加加加！共款90秒的時間，我算到3才開始哦。好， 7、2、3，開始。加油加油！你是不是夾的？哇塞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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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很快哦！我嚟好夾我都未知啊！加油加油！上次香港可以啊。你跟什么仔要怎样吧？我按讲嘅咪咁打對嘅。加油！代表队咧，代表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到底誰？時間已經過了30秒，過1分鐘。加油啊！阿偉出，以前啲可能，你話唔帶嚟，你講。我加油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找無卡，你嘛拜託1塊爾，你找無卡。你3塊減1卡，這麼艱苦的代志。你緊找嘛，你緊找嘛，好不？加油！嘿啦，贏啊，咩咧？拍拍幾槍啊？嘿啦，1卡爾，真正找嘛有啊？加油加油！還過25秒啊！加油！後手還過20秒時間，哎呦哎呦哎呦！時間減到35秒，哎呀！最後剩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耶！嚯！好啊，成績看慢比賽停了。今仔夾了上擺一件，啊！來算成績，好，来，咱来算一下哈。来了，阿万呐，哦，哦，上無好的一件啊，两个，上無好的一件，看这老啦，拍即夾了上擺的一件啊，這件真係夾了做擺的，五个，哦，内底真正伤济啊啦，哦，我無夾過只擺的， 67个，做擺的啦，做擺的無夾過只擺過，個，夠哦。哎呦，好，免個退啊！哎，上少已經超過哇11個！紅台這個建校隊，唔係建校操隊是大家嘛吼，這真正看來第一回合勝利隊伍是交隊。咱這第二階段要考的就是這個，團隊的配合程度，喂，你講的是聽有啊？嘿，如果來講，哦，你講。咱第二階段要來考的就是團隊配合的程度。啊，是好好講，趕快嘛。趕快無講師傅啊！是。首先呢，咱要是請這個建校操隊來一位哈，來2個人離邊，一人這邊個教授，一人準這邊應該愛贏，我嚟講。好，來準備你啊！講大語哈，專定台語。好，OK 啊，來，簡單。 1、簡單。 2、3，開始。 4個字，謝你，嘿，第2個字，嘿，這內底有啥？零啊，合情合理，唔是內底，身軀內底，有領頭。你無這你就會錯起來。你無這你就袂爽開。嘿，第一個字，心，
哎，啊是伊的第二个字，吼是这个题目的第二个字。哦，第二个字是心嘿，好来，对赶紧的，第一个字是有只有一个物件，啊，咱若用手去来，提起来来，钓一个物件已经讲到了，我第二条跳过。哎，哦，雕是赶快四个字，哎，四个字来，这是一个成语。辛苦来，有些做戆的人吼，要甲迄个物件刷走。哦，哦，鱼公啊，鱼山，哎，讲对了。第三题，为什么要我啦？没有第三题，完了。完了，袂使啊，袂使了你换题目，你换题目，换题目，看到啊，我甲你讲四个字， 20秒，会使用笔的无？你比咱袂使比啊，咱啉物件用什么底？袂啊，迄第一个哎，字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10秒。会使用扭的，啊，会写出是剑，迄是啥？较早有像提五秒写写飞写，公飞公，嘿，啊，第三个字你上惊的，时间到，飞公溜，过一字，飞公溜，你徛伫太阳日头下底，你有什么物件走出来？有你的，你的口口有啥？什么叫飞你？公溜影，你时间来安尼算就对了吼。对，所以恁拢讲恁对的题目是，两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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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来换对了，好，对来，来，共款吼，共款90秒，好， 1、2、3，开始。好来，哎，过字，四个字，第一个，虾飘飘飘飘，嘿，嘿，虾请嘿，请教，屁，嘿，说嘿，什么？第四个字是叫对，第四个字是叫啊，青菜，请飘飘飘飘砰砰啊飘怕那个请请你讲怕，啊靠腰，哦，好的，你讲。好来，嘿，嘿哎，喂，嘿你你用嘿嘿你你用骑奥多麦有无？奥多麦绕他用的，绕他用的。更比赛麦讲顶回去对过来讲到密密麻麻。嘿，谢你动物啦，嘿动物好啊，你摆。你摆好。打掉啊！喂，赶快你的球场啊！我知，略神无主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停。哎呀，我袂记你啊啦。比赛，比赛，因五题内底有4题拢对，袂晓。 5条就4条对，5条就2条。对，啊因4条。比赛的这个时间啊，这个结束已经真清楚了。这个结果就是讲呢，什么人我都代表台湾啊出国比赛啊，今麦要来隆重来宣布。我准备好啊！今天咱比赛了，结果最后代表咱台湾出国比赛，正个日期见效超队。你是不能对呀？好厉害！不，你想要算无？好厉害！我赢嘞！无啊，他都省4、5条呢？哎，什么呢？什么恁赢咯？你当作我拄啊去边仔讲电话，安尼我后倒哭声目睭无看到是安尼是？哟叫你买有白草。 ，You don't look me small，不要小看我。听无咧？这个所在啊，物件落来，来，靠飞啊！一台是最新的科技，不要记啦。敢是哎对，什么款的物件拢都袂过伊的耳目。恁方才恁这队用后步、用头脚步，赢这个比赛来这套。恁这种的行为有2句俗语会使来形容。第一句叫做500仙迪啊，500仙迪啊。第二句叫做5道翁挂冠，5道翁挂冠。而且情形啊，2句到底对一句才是正确的呢？来，请一位来听来瞧好，因为是第一句的人，请举手，500仙迪啊，敢若1票尔。哎，哎，搁对了，哎，总对了。
所以主任你来我这我一边。个人是5斗红挂我支持你。好来来，啊，咱两个人。好啊，你两换位，你两边换好，我位。来，我两边。好来，这边拢有500仙猪啊。来，请解说者，手会使放来。哦，为免个又一句，我唔知迄用线的， 500仙，我把线底啊唔，是仙呐，是线两线。你两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讲安尼吗？刚刚500线低啊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嘞，因为猪仔一只真贵，500仙算济啊啦。对啊对。来，老师麻烦解说一下。第一句吼，500仙底下迄仙就是为英语的 cent，CNT 来的，所以500仙就1仙钱啦。啊，一角10仙，对，啊1块10角，所以500仙差不多5块。你5块摕去低点，讲我要买啥？低吧，你敢灌一支低喙呢？哎呀，那有可因为能买着。除出500仙底下就讲灌一支喙，就是讲吼无半步啦，加靠你支喙安尼尔。相传哦，伫咧永康地区吼，迄饲的猪仔较细只，佮足好干。所以人笑讲吼，永康的猪仔吼，拢是500仙猪仔吼，灌一支喙，敢若会铁袂加安尼。啊，另外是讲5斗红挂干。5斗吼，普通咱讲1斗差不多7公斤，啊，若5斗差不多35公斤。另外35公斤内底，我若底酒会通底足济，啊要干爱用水啊加北咧，才干起来。所以5斗红挂干就是哦，一竿足大竿，变成大竿。大竿就讲这条条对哦，干巧啦，用拗步啦，所以有够好类安尼啦。所以若碰个头要演出内容，应该是5斗红挂干大竿。所以你两个去唱死。华语叫蒙到了，嘛唔知影意思，但是我白药，对唔对拢冇要紧这啦。边咧补。了解两句的意思吼。来，拍破过来。